最棒的都来了啦！有听到吗？最棒的都来了。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最棒的，等一下也要一起上来了。最胖的啦。门啊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我在的春光。虽然春天无孤单，总会将是笑弯我把心酸。春光，春光。看见五彩的春光，阮若打开心内的门，就会看见故乡的灿烂。虽然路途千里远，总会将是予阮思念想袂断。
生。哈利路亚，咱就欢喜来迎接，咱就欢喜来迎接，咱就欢喜来迎接。怎么都没有声音。看看。